无你出名啊，是啊是无出名。无你出名。哦，老店啊，佢拢无咧出名。无你讲学堂也无咧红做参赛话，无咧参加啥物组织的啦。哦，无简单。拢无啦。你高雄大比哦，遐大学堂也无好。无。哦，大学堂也无好。你互你看，毋是学堂。哦，面试啊。你看。看袂出讲也毋是庙那像大楼安尼。哦，就安尼尔啦。哦，是。无你讲像讲好，就爱金碧辉煌好，就爱像庙安尼，拢无咯。好。你看袂出来。哦，咱好老真人呢。你看袂出来讲迄间是学堂。经过多好老真人呢，台中劳律师的单位啊，奉上单位。全台湾拢叫做奉上单位。对。哦，阮就做营业单位啦。恁营业啦，营业满头半。是啊，咱大家嘛拢营业，好老真人拢营业。阮就做满头单位。满头单位单真人领导。单真人领导。娱乐性动，娱乐。有可能讲娱乐单位。写啊。哦，算官店社主村啊。哦，社主村社主村。郑安康的单。有，谢谢。我知啦。安尼，恁的活动拢用面试的哦，较无做活动，无做迄个庙安尼。拢起大楼安尼。无啦，拢起咱去了面试啦。哦，面试安尼。你看起来都哪像人去带。哦。咱无，咱互你看。无简单的。看。君子之道安人。毋免参加啥物总会啊？无啦。一贯天道毋是啦吼。迄今日一贯道无共款。哦，原来是哦。感恩，安尼有较了解。不一样。感恩书记。18支半咧。哦，18支山咧。18支。太济咧。是。哦，安尼有较了解。有。哦，无咱就讲一贯天道是啥货？无。一贯道无共款。是。